好，咱开始来读1643年3月23。两只芳船对历史到遮吼，来到遮，在140盐29个人。今仔日议长 Maximilian Lemar 该同上级商务员 Cornelis Caesar 和商务员 Johannes van den Eyden 去视察海堡和鹿耳门，看了应该是读鹿耳门吧？看了鹿耳门和加罗湾中间迄个沙洲，以前起伫个迄个沙洲的几间渔夫的设经厝已经完全被冲走。迄个沙洲伫个海水淹起来时阵呢，算淹伫个水下吼，诚侪希腊人伫个北方贵族走私的好场所，因会当甲芳船停泊伫个北边的停船的所在，经由即个所在来装好落迄个船顶的物件吼。下晡透西南风、西风，然后西北风是所期待的风。好，咱继续看3个历史。一只芳船对厦门到遮吼，载30担盐，17个人，嘛有一只芳船出航前往南方，空船载14个人去掠鱼。今日顶埔啦吼，经由探访团队 Jules van Bergen 去甲牧师 Junius 讲，安尼吼。对有即个注脚介绍即个人吼，探访团队，咱来看。伊甲牧师 Junius 讲，要伫本个月26号、27号，甲北区各村社的酋长拢调集来小人社，要来聆听议长要甲因讲的话。伊阁下计划到时阵要亲自出席。约落伫中昼以前4点钟吼。3个士兵对赤坎来到厝地，因是奉命伫遐监督3队江南路内的。报告讲，伫咧天光以前2点钟，迄寡路内拢还阁含因做伙吼。以后就发现因含另外一队伫咧庭院，就是伫咧即个庭院吼，庭院内底监督的江南路内拢逃走了吼。所以呢，伊阁下遂派上级商务员 Cornelis Caesar 带一队士兵去赤坎，并且派几个人去台湾的南端。公司的庭院附近吼，以及北线尾去找迄寡逃走的人。夜间，即寡人转来报告讲，4个拢详细操过，但是拢无看见迄寡路例啦，歹势。因为听讲，伫北线尾山ฝั่有一只失踪了吼，因处理又讲因大概是坐迄只山板逃走。今仔日和前几工相款吼，天气晴朗舒适，因此希望讲阮航王金矿的船只拢已经平安到淡水咯。今仔日嘛写一张德批去大目连社，互团队 Andrews McKinney 甲伊讲爱用各种方法，甲曾经就是捌呈现因的土地，互荷兰政府的伫咧即个大目连社东边各村社的居民吼，就是爱用各种方法，各一道来甲因引来伊遐吼，并且甲因送来即个城堡。以便来按照情况好好来交代因，一直到互因满意为止吼。嘛顺续甲因讲，顺续甲即个团队讲，今仔日江南路咧逃走的代志吼。若是倒去迄边吼，都要甲掠起来吼，送来厝地。好，这3个历史。
1643-3-25。早起继续咧透北方，议长 Maximilian 雷马的阁下，稽查官 Adrian van der Burch， 商务员 Johannes van den Eyden 和秘书 Philips Schlemans 带领20个士兵，启程前往小人，要去宣告本个月21号的决议。等下头前迄个字卡袂记读。头前讲即个探访团的 Jules van Bergen 去甲牧师 Junius 讲努力都走我们是讲要甲迄个北区国村社的酋长拢要调集来即个小人社来听议长讲话嘛即个探访团的 Jules van Bergen 是丹市的人，1635年士兵坐 New Amsterdam 号出国来福尔摩沙了后，伫1638年伫新港被任命做翻译员和探访团队，以后做下士。1644年3月2日，伫新港举行地方会议的时阵，伊是新港语的翻译员，官阶是副地方官。1644年11月被解职但是无偌久又搁被任命做新港的政务官。1645年，伊参与前往淡水的视察春夏之旅的旅行啦对1646年了后，伊以自由市民然后伫咧日兰也市镇。1654年，搁再一次以政务官为公司来做工好，后一天3月25。好，3月25透早继续透北方，议长 Maximilian 雷马的阁下，稽查官 Adrian van der Burch， 商务员Johannes van den Eyden 和秘书 Philips Schlemans 带领20个士兵启程前往小人，要去宣告本个月21号的决议的事项，互迄寡居民听。宣告了后，就要随用真感性的感度，这是啥物件？应该是真感性的态度啦说明关系到居民和新仔人中间的买卖的几个方法。迄寡新仔人利用交易许可证福尔摩沙人来进行因的算压榨压榨要安怎讲？压榨的本性已经算压榨了伤厉害去这个压榨大概是安怎讲？我查一下无，大理大书店无安尼的讲法。当然，公主杯应该是就是压榨压榨也是榨是榨压榨。看别人有讲啥物讲法对应中文压榨。刻薄溃蚀是讲你榨汁好，好了，咱就读压榨
讲迄寡新仔人利用交易许可证福尔摩沙人进行压榨已经压榨到伤厉害，所以并且佫因来抹黑公司即寡福尔摩沙人抹黑公司今仔日有一只胖船对米诺啊来到此地在40大洋97个人，有3只苦叶船出航前往南方去载茶新，另外有一只苦叶船也去遐去掠鱼，合计载28个人。下晡有4个居民和3个士兵对大目连社经由陆路来到此地。迄3个士兵是顶一次出征波波拉社和治本社治本就台东治本治本社因为破病所以留落来，因嘛带来一张传到 Andreas Marquinhos 的德批，写讲伫收到伊阁下的旨以前，已经派3个居民随后嘛派迄个生仔人台讲。亲自去个山区去邀请伫遐个居民来制定关系到因的土地条约，并且请因去城堡。即个生仔人台讲伫个本国月21号也为着即个代志对塔拉西即个所在塔拉西是。屏东排湾族的塔拉秀，高屏方面的翻写对本文的描述，可能是伫个屏东县坎亭乡的东边讲即个台讲伫个本国月21号为着即项代志，对塔拉信对带4个居民来伊遐是平常的人，毋是酋长每一个拢是对伫日历社和多拉独社是啥物所在？对本文此社甲日历社并列的地理方向的描述，即个社应该是伫个屏东县，嘛是伫个屏东县坎亭乡一带多拉独社东边的特别的村社来的因讲。伫遐有几啊村社的酋长拢真愿意落来并前往城堡，但是因为真惊即个多拉独社的人因以前有几大遍被因来欺诈虐待所以呢毋敢落来。杜伟先保证讲会派一个该多拉独社的酋长来迄个山骹下面见面，甲因讲即个计划又搁。派驻棒沙社的 Ray Barons 伫伊个批信内底呢，对棒沙社属的一个小村社叫做丹郡讲对这个丹郡的酋长非常不满讲伊是以前被骗来谋杀酋长塔库美迄寡人当中的一个。几工前又搁伫个塔巴巴下社就是头前有讲咧，塔巴巴下社杀死2个人，伫遐杀死2个人。又搁讲巴兰吉社啥物所在？讲是应该伫棒沙啊南方无偌远的所在，屏东县新埤乡。巴兰吉社的人非常反叛因去住伫个棒沙社附近的以前逃走的龙桥人遐用钱写入因的房屋，甲因当中一个人的头甲扑掉详情记载伫收到物件的抄写簿。这篇写到有一点乱看无解有3个字啦，粗体文字什么意思？粗体文字是。拍字无拄拍入去2只古叶船离厝前往南方，要去载茶新，都载茶啦载
另外载12个人，也有一只庞船出航前往金门，载6仔肉，载52个人。早起看到一只庞船停泊伫北边的停船的所在，天光了后两个小时，临时中尉保鲁斯 Stores 对迄个庞船就是奥克马号，伫个本国个21号随队长本出航，要去淡水归人的载一只舢舨来登陆。报告讲，登陆伫个帕迪恩蒂山是啥物所在？迄个主角写讲是大肚山大中关大肚山。报告讲，伫个即个大肚山附近遭有真大的暴风雨，前方危急，一直所以必须伫本国个24号要暗暝的时阵转往台湾航行，为着要拯救迄只船为着要拯救即只船，拯救人员甲物件即项代志随由上级商务员 Cornelis Caesar 写批，派士兵赶去消人，甲议长讲议长叫做雷马尔咧。中昼的时阵，迄只庞船驶入去港道，甲空桶装水装甜了后，伫个要暗暝时阵，趁着西南风，又搁航往海上为着要去航往伊的目的地我才发现我今仔日应该去摕药，袂记去摕，结果即嘛毋知伤晏，要10点啊。我看一下，药房应该是开伫4点钟来是摕药，毋知甲当时。稍等吼。11点营业结束。歹势我敲一下电话问一下药房Thank you for calling CVS Pharmacy, 3503 Route 46, Parsippany, New Jersey. If you're a healthcare provider or calling from a doctor's office, press 2 now. Just so you know, our pharmacy is currently closed. If you are having a medical emergency,歹势，没陪有明仔载来摕。忽然间想到我爱去摕药大家倒位大家即个大肚山讲，报告讲伫个大肚山附近遭有真大的暴风雨，这是对只船临时中尉保鲁斯 Strauss 对该庞船载一只舢舨来起山我记即个保鲁斯 Strauss 即个临时中尉是伫贵人遐临时中尉，淡水贵人遐。好，伊讲拄着暴风雨前方危急，伊
所伫必须要伫本国月24号要暗的时阵转往台湾航行，为着要去拯救即只船吼人员甲物件。即项代志随由上级上员 Cornelis Caesar 写批，派士兵赶去消人，甲议长讲吼，议长就是 Lemare。中昼的时阵，迄只篷船驶入去港岛，甲空桶啊装满水了后，伫下要暗的时阵，趁西南风又搁航往海上，为着要去航往伊的目的地。3个日期。哎呀！有即只篷船离开遮啦吼，前往南方。空船要去载石河，载17个人。一个士兵对消人社经由陆路炸一张批吼，是议长 Maximilian Lemare 的刀批吼，来答复昨昏所寄去的迄张批，并且讹落即个 Caesar 先生吼，要命令该篷船吼 Alkmaar 号一装好水就要随出航的即个计划，深信就是因相信讲存落来船只，因为昨昏的好天应该已经到淡水了吼。伊阁下计划明仔载中昼要转来即个城堡。3个礼拜。下晡继续透西北风，议长 Maximilian Lemare 该同含伊同齐去的人对大目港转来到厝地。下晡继续透西北风，议长对大目港转来到厝地吼，是含同齐去的人吼。好，伊视察了新港的牧师房屋。并且按照本国月21号的决议，亲自甲消人社、麻豆社、北加里湾社、新港社和大目港社的居民吼，甲因讲，爱因考虑将来是毋是爱每一年来往公司缴纳一寡米吼，像南方村社的人安尼吼，用来表示承认公司是因的保护者吼。对即项代志，因拢答应讲真愿意来交纳，并且伫咧因的村社外面真热烈来继续欢迎款待伊阁下吼，就是迄个议长啦吼，Maximilian Lemare，并且真尊重来陪伊离开村社。伊阁下伫咧消人社调集上述村社的所有长老，讨论各种代志了后，由几个上述的长老以及牧师 Junius 提出，居民用各种食物和希腊人交易一寡杂碎的时阵呢，定去互希腊人非常卑鄙来欺诈吼，要支付比迄寡伫台湾的人支付互希腊人的4倍，或者是搁较贵的价数吼。爱支付比迄寡伫咧台湾的人支付吼，希腊人的4倍或者是搁较贵的价数，就是讲即寡村社的人甲希腊人买物件价数4倍啦吼，因伫咧日兰遮城遐买的时阵价数敢若1/4吼。因为即寡是真重要、真需要的物件吼，所以无纳钱嘛，无买嘛袂使吼。因此，伊阁下就和随行的议员决议，为着要互交易公平进行，爱由商务员 John Barnes Pels 和住伫咧厝地的上述牧师 Junius， 甲目前希腊人带来村社卖互居民的所有货物，开立确实的清单，用来考虑讲将来伫每一个村社设立一个集市吼。是毋是讲会当互双方拢感觉满意、上公平、可行的办法来规范一切吼？如上所述，伊阁下已经转来到即个城堡。上述上有员 Cornelis Caesar 就甲本国月25号含迄3个士兵含迄4个居民同齐带来了迄张
团的 Andreas Marquinhos 对大目人寄来批，交予伊阁下，伊阁下随写一张简短的回批，以便互迄寡居民会当带转去吼。但是无送出去，因为因要处罚进前无偌久，希腊人抬讲和即个帕金湾社的酋长，帕金湾社是啥物所在啊？就是排湾社吼，可能离宗教社无偌远吼。排湾社的酋长又搁带来一张迄个团道 Andreas Marquinhos 所写来批人问讲因来处队情形如何，并且讲其他人因为真惊被拘留落来吼，所以毋敢前来处队。离迄个山地门社，山地门敢若是山地门吼。第二，山地门社就是伫咧屏东县山地门啦吼，无毋对啦吼。所以山地门吼。即马都知影讲即个所在叫做山地门。山地门社的人是因为做军迄两个新仔人的被抬，所以惊讲会有麻烦，毋敢来。又搁写讲，上述的排湾社的人甲伊讲，龙桥人因称做塔塔，已经转去因以前的村社多罗斯瓦克，因前一阵仔秘伫一个叫做 Scalo 的村社吼。Scalo 第三 Scalo 对本文的描述是距离龙桥社应该无偌远，杨心富安尼写吼。山亚麻西达吼，山下泰隆所编的台湾地名便览，认为讲 Scalo 就是恐龙啦，就是即马屏东县恒春镇德和里。即个 Scalo 是毋是进前迄出是 Scalo 迄个 Scalo？ 上前请参阅书信簿。今仔日有两只胖船来到厝地，一只是来自厦门，一只来自安海。载60担盐43个新仔人，因报告讲，迄只行李人酒食的运费的胖船，将会伫咧做军队福州前来厝地。又搁讲，行李人 Knowing 的胖船伫安海准备要航来厝地。3月29。接到下士 Adolf Poppin 对网港寄来一张批，要求送4-5包石好56对加链，一个目枪，一寡豉油甲椰子油吼，以及一寡纸甲笔去互伊吼，就是迄个下士吼 Adolf Poppin 对网港寄来批要求的吼，并且讲迄个碉堡边仔工程情形真好，每一工拢有努力认真咧做工。3月30。下日的船只出航前往规个所在吼，规个地区所在号码甲人数如下。2只前往西南沿海，其中1只是空船，另外1只载有一批咸鱼含鹿仔肉，合计载有160个人。2只胖船空船前往南方掠鱼，载30个人。今仔有写一张德批寄去网港，互迄个下士 Adolf Poppin 吼。即敢若甲伊讲。甲伊讲伊将甲伊讲将会送去伊所要求的迄寡需用品，就是5包粗石好、16罐豉油、6罐椰子油、一本纸张吼、一本簿仔啦吼、6支钩刀、一个目枪、甲10个铰链吼，铰链是安怎讲？铰链。
今仔日议长和即个热兰遮城的议会决议要公告，命令所有伫热兰遮城市镇里有即个得处的人拢爱伫咧8天内啊拆掉。违反者没收该房屋以外，爱阁罚款25里尔。嘛要公告讲，任何人拢不得伫咧热兰遮城市镇里，或者是附近市都啊必须要带到第一市场的盖庄南边来养饲盖庄就是借庄啦违反者没收都以外，还阁要罚款25里尔。详情记载伫今仔日的决议录。要暗的时阵派上级商务员 Cornelis Caesar 和商务员 Johannes van den Eyden 这边哪里去第一市场甲迄个盖章订起。3月30日，上述告示已经写好并且公告。本个月28号提到讲，迄寡大目连社的居民、翻译员、台港和迄个帕基湾人，帕基湾就是排湾社啦今仔日来议长的厝请求讲，因为和迄寡伫咧家庭社、东部国社的代志已经拢计划好了，请允准因转去允准因转去。迄时，议长阁下对因讲，特别对迄个巴基湾人讲，排湾社人讲要用各种想会到的方法，甲附近国社的酋长带来即个城堡，并且以阮的名义啦甲因讲，毋免因为因以早捌台是新仔人的代志，或者是其他因所犯过的代志来惊因犯迄寡事故拢已经完全被原谅因为迄时也未归顺阮嘛也未受阮保护嘛所以袂阁再追究因此也袂因此来受到阮的处罚。为了即个目的，以及为了要鼓励其他村社前来归顺所以要互因要互因公开啦公开转到因的村社。所以议长阁下着交互伊一领荷兰衫和一支权杖权杖伊摕着即寡物件，互因带去。互传道 Andreas Marquinhos 甲伊讲，含即寡居民交谈以后，对情形已经明白，所以爱原谅因的得意反抗。因有时会攻击新仔人，或者是敌对甲阮友善的村社居民为着要带因来遮，要派一个荷兰人含因同齐转去。山猪门社、塔勒县社、佩佩农社、巴朗社和附近的其他村社的酋长，也拢要送来即个城堡，和阮来缔约。看者即个村社拢无写那人个。因已经答应要来因此爱设法上述的翻译员甲其几啊大目连社的居民，尽量较紧来确实来带领即寡酋长来遮，并且甲因讲，有人知影Sico 迄个案件Sico， 等伊一转来即个城堡，就要好好处理，也要爱伊认真派人去探听逃走的广南人和班邦人的下落。详情请参阅今仔日的书信簿。今仔日有4只胖船对南方来到遮，载一批咸鱼和茶身，
载58个人。好，3个结束。哇，4月原来是逐工记了吼。4月初，1643年4月初，对西平和西北平透清新的微风，今仔日无船只入来，嘛无船只出航。即敢若下晡，蒋旗官 Paulus Strauss， 就进行迄个临时中尉啦吼，带领篷船阿克马号第二次无结果来转来入港。即个阿克马号是伫3月2日，岛队长本出航要去贵人去探金的吼，结果即道嘛是无结果吼。伊报告讲，因为持续的强风去到河尾，就无法度搁上北咯吼，也就拢无看见阮其他的船只，所以就随互迄只船吼装水，并且互贵人的队长 Hendrik Harros 写好一张刀批，伫咧沿岸搁再命令该船出航，但是因为强风，今夜无法度通出航。4月初2，上述的篷船因为强风，犹原无法度出航，只好留落来停泊。下晡接到芒港的指挥官 Adolf Poppen 寄来一张批，得悉，就是讲，因为安尼知影讲，路内按照习惯，坐2只舢板去树林内底去载茅草吼。茅草，其中呢，其中央13个帮帮人，和一个卡弗尔逃走，已经随派士兵出去找找吼。议长阁下就写了一张倒批来，回批来互伊。对于遐尼疏忽的监督，深表不满，爱伊全力去追踪吼，用各种方法拢爱甲迄个逃走的奴隶甲因掠转来，并且随写批互小人的牧师 Junius 和大白人的传道 Andreas Marquinhos， 甲因讲爱派居民吼找捕迄个逃走的奴隶，像以前所对报告的逃走的人吼，安尼阮将会手写吼，就是摕伫手甲因做图写啦吼。每早一个逃走的奴隶转来即个城堡，都爱赠送10匹看眼布，或者是5里尔，用来酬谢。可是酬谢，我讲嘛，酬谢，别老读诶。啊，酬就是应酬的酬吼，袂记酬谢吼。讲每带一个逃走的奴隶转来即个城堡，就要赠送10匹看眼布，或者是5里尔，用来酬谢因的辛劳。今仔日有下日的船只出入此地，所在的号码甲人数如下：有一只苦叶船来自安海，载25担盐，100捆粗灰仔，含25捆茶帮，载16个人，有6只吼，包括篷船和古叶船，来自南方，载一批茶芯、咸鱼和藤，载46个人。一只篷船出航前往南方掠鱼，载12个人。今仔日议长和连夜写议会决议，爱阮的国属民公告下日的事项，就是对本个月10号起，要伫个Formosa，要伫个即个连夜市镇的迄条跨街吼，跨街就是足宽阔的街啦吼。Breed Street 就是荷兰文吼，应该是 Broad Street 的意思吼。
讲要伫个日兰野城市镇的迄条跨街的东端安排3只配备巡抚舢板，并且由有资格的先仔人来监督。共款伫个赤坎2支条啊，也阁为此去设定吼。2支条中间也爱安尼来安排3只舢板，作为通常的渡船，用来方便平民。即寡舢板要伫个通常的时间来回航行，也决议讲为着要重新告示，就是公司爱出征或者是其他原因，需要使用先仔人的舢板的时阵呢，先仔人不得拒绝，公司将会予因合理的报酬。处罚情形写伫个迄个告示内底。详细请参考今仔日的决议录和告示簿。我拄也毋知你念啥，家己都毋知，念甲那个爱困去。4月初3早起，好天透西北风，公司的篷船阿科麦号第3便对此地出航，要前往贵人甲淡水。也有下日的船只要对此地出航，前往几啊地区所在货物甲人数如下：一只篷船空船前往芒港掠鱼，载12个人；一只篷船航往烈士，载一批咸鱼。29个人，一只篷船航往柬埔寨是华商8个的篷船，载有一批对公司无啥物路用的货物，总价值是毋是，总价值是1769里尔。下底是一张表啦，吼，这表要怎读？这张表就是迄个货物啦，载货物吼，117000外的各种粗制灰啊，下底就是有油分开写个足油的吼，12000个盘啊。写甲足详细啦，吼，12000个盘啊，73500个杯仔甲碗，25500个酒杯。好，这每一项下底阁有迄个细目吼，搁较有诶即个记载吼。比如12000个盘仔，其中1800个大盘仔，4200个搁较大个盘仔，6000个较细个盘仔，安尼。500个，搁来第2项是73500个杯仔甲碗，吼。有其中有800个大碗，300个小碗，哇！这个我拢个难过啊，我歹读啊吼，记甲遮详细吼。铁鼎3119个铁鼎吼，有分做讲大细分开啦吼，偌做安尼。4若真细铁鼎，24担面环，20担铁，13担茯苓，1小箱的乌丝啥？麸丝吼。5小箱的金丝，这个啥金丝啥？麸丝听无看无吼？湖就是湖水迄个湖吼。9担蒜头，23担鲜仔纸，108匹麻布，5道烧制阿拉酒的红米，145斤赤坎的薰草。30个镜，250个细玻璃杆仔，5担 mercurium
Sublumatum， 这啥物件？我都不晓念吼。20担破掉的具体话啊，具体钉啊吼。半担丝线800个套管吼，22匹空眼布60根的铁线，53担提炼过的硫黄50匹麻布，20匹空眼布。好，对这个读线今仔日就读到这吼，4月初4吼，4月初3。这个表了会对写讲，并有一张批写予上级商务员 Harman Brookmans 的批信，甲伊讲，即只芳船的出航情形所在号码拢已经交纳7米色吼，并且请伊注意该船爱增温的号码，以免该船增温超过交予伊的备忘录所写的，并且爱甲阮讲，航程会该船会程增温。什么物件吼？因为因转来出事吼，因转来到位的即个时阵，又爱搁再一次爱垃圾吼。详情请看今仔日的抄写簿。今仔日华商90做伊家己的芳船对福州来到厝地，载有350桶精美的花仔4000。罐鲜仔爱麦仔酒，载44个人上述即个90报告讲，行李人裸印的芳船即嘛拢伫咧沿海，已经开始咧增运一寡粗货，认为讲做军队会来啊吼。伊讲伊出航的前一天，一关已经出发吼。要经由陆路前往南澳，已经开始咧增运一寡粗货。伫咧做军队来吼，伊讲伊出航的前一天，关离一关已经出发，要经由陆路前往南澳南澳，去甲团社固守伫遐的海产赶出海边，也讲因即道来。写批，因顶一道写互管理一关关的着无译，迄张批信已经交伊，爱等伊对南澳转来了后，会写回批交上述的即个裸印的芳船来载转来。伊讲，行李人落地啊，外号叫做 Jasminer， 转去了也无偌久，讲即个落地啊，转去了也无偌久，就先派2只芳船去广州订买迄寡做荷兰、日本和印度订购的商品。并且为着要去购买一寡货物，近日来伊将会亲自前往广州。下晡议长雷马雷加重上级商务员 Caesar 和商务员 Van der Eyden 去洽看视察，看讲迄寡渡船的迄寡盖章最好拢有钉伫遐。因伫咧今仔日，因伫咧阴暗转来，要甲迄个盖章钉伫咧公司庭院的南边甲北边吼。这是4月初3的日子吼。4月初4咱后一日再来读啦吼。今仔日读到4月初3。好，总算读到遮吼。好，咱2天后继续啦吼。明仔载我有代志吼，明仔载我另外有安排我的课。
好，感谢各位，我来开房吼，多谢大家。